大家好，澳門市已故賭王何鴻燊二房千金何超霞喺今年4月12號因病離世，終年58歲。佢嘅追思會喺5月17號舉行，何家四房家族成員均有到場追思會。三房太太陳婉珍同女兒何超蓮、何超雲仔何猷啟一同到場，但係唯獨未見何超蓮嘅丈夫竇驍出現，令到兩人分辨嘅傳聞再起。其後竇驍宣傳劇集嘅相關照片喺微博流傳，引發網民熱議。有網友批評佢以工作檔期為由缺席追思場合不妥，亦都有人認為演員工作特殊，難以隨意請假，情有可原。與此同時，喺今年5月何超蓮嘅生日宴上，二房何超瓊、四房嘅何猷亨等同父異母嘅親屬罕有出席，但始終未見佢老公竇驍嘅身影。竇驍連續2年缺席何超蓮生日場合，令外界再度揣測二人嘅婚姻狀況。據講，竇驍當時正忙於新劇嘅宣傳工作，因行程早已經安排，無法抽身陪伴妻子慶生。